本人 Andreas Sauce 今日為全澳公務員追照澳門治安警察局紀律部隊，就向黃少澤行政法務司提交意見，因為治安警察局每日非常多嘅繁瑣嘅職務，不論大小都關係到治安警察，所以回復返佢哋嘅退休制度，完全合理、合法、合情。我哋愛唔愛祖國？祖國公務員亦都有同樣嘅制度，所以希望敬愛的黃少澤司長，你本身係一個好人。前年新正頭，你喺澳門廣場講，希望澳門人民個個有嘢做，即使澳門人民有50% 失業，我講嗰個説話就俾澳廣視羅崇文夫人指揮兩個女人廖東允、黃秀英控告我、打壓我。我唔怕，國家有8府巡按落咗嚟，你哋啲社團、工聯會、街總、群力促進會，包括全部報館、澳廣視，你哋亦都會被調查。試想問問財政司點解會被中央撤職？我希望黃少澤司長履行祖國嘅指示。多謝黃司長。